是阴阳，代表用。体用合一为母，有体无用则是空，有用无体乃直相。即体即用即用即体，体用合一即是佛也。二点点代表无极，点代表真如本心。三点中线拉直后出圈外，表示超乎太极之外，贯乎太极之中。四点母字正转90度，表示先天灵性之母。先天母乃外灵主宰，灵性之母心无形，永久之如来自性。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，代表体。两点是阴阳，代表用。从代表无极，众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。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，如叫天上帝、明上帝为皇上帝等，中庸交涉之理，所以是上帝。天命之谓请，诗经小雅明上帝，高临下土。大雅上帝临汝无二耳心。书经康告为皇上帝，降忠于下民，若有恒性。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，此翻译骗一切处。参经一问品，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。大日经书亦云，但因毗卢遮那者，是日之别名，即除安片名之意也。从16曰所谓毗卢那者，日也。如世间之日，能除一切暗明，而生长一切万物，成一切众生是也。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，故以为日也。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